你与封先生秘密约会多次，是否有意对外公开你与封先生的关系呢？何小姐，暗夜里点亮星星的阳光，这句话是不是指的何小姐您呢？何小姐，请看镜头，封先生的关系是。何小姐与封先生作为我们下一部剧的主角，是我们本次商议的重要内容，而且我们还不确定是否会接下那部剧，所以我不太清楚您指的公开关系是什么意思。你和封先生约会多次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们何小姐，您和封先生是否约会？方先生，请回答一下好吗？这个问题。方先生，请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来这边。你不是去工作实习了吗？回学校干嘛？不是人人都像你不愁吃穿住着别墅，都大4狗了，还整天打篮球。谁跟你说不愁吃穿了？人尽皆知。哎，问你个事儿。瞅你这眼神，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哎呀，就你那个姐姐的事儿。是表姐啊，表姐。你那表姐啥时候能把合同兴带来呀？瞅你这色眯眯的样，我这就色眯眯了。你是没看见我们寝室那拨人，不过最近没有之前那么嚣张。因为封少阳的事儿。那可不，别给我提他名字，提到他我就来气。我们现在每天只要一看到他，我们就砸屏幕啊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说这事儿闹的。星星已经不再是那个星星，她是老婆，还是那个老婆。合同信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不要对幻想的事儿抱太大的希望，这是2个世界的人。走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只是定个男主角而已嘛，怎么会搞这么多问题？其实我上一次就觉得很奇怪了。怎么奇怪？就上次那个招商会上啊，封少阳不停地找话题跟我聊天，其实我就只是在休息区遇见了他而已。肯定是封少阳安排的。我觉得这次资方定男主角，好像根本就没有考虑咱们的意见。好像确实是这样。问题肯定就是出现在上次那个招商会上。我就知道这么不靠谱的招商能请你过去，肯定是有什么问题。你前面停下车吧，我想下去走走。现在啊，现在狗仔车可能在跟着我们，如果好了，林子，让我下去吧。手下败将，来。哎。
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就剩下1杯了。薛逸然，你干嘛？又没破口，那我就拆开喝了呗。好喝。我再去给你买1杯。哎，等等，我们一会儿就不打了，你不用去了。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是毕业晚会的事儿。现在没事儿了。唉，魏正，可惜喽。什么可惜了？奶茶呀！打你的球。你到现在都不给人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啊？还打个球啊？我大一就跟他说的很清楚了。可人家现在还是这么对你，说明你方法不对。我方法怎么不对了？那年和学长参加比赛打篮球，你不还穿了人家给你买的球鞋吗？我以为是其他几个好哥们送的，我就穿了。真的吗？我不信，你那就是变相的告诉人家，我魏宙还等着你听听听听。哎，我是真的很想看看我们魏宙谈恋爱是什么样子，估计毕业前是等不到喽。漂亮。林总好，让你对接的梦石集团项目合同这2天有答复吗？他们说还要再等等。这都1个月了，到底什么原因？甲方那边希望等何小姐的绯闻平息下来，再考虑合同的事情。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可是我感觉拍那张照片的狗仔应该不像是何童心的粉丝啊。狗仔？你是说他们是故意的？林总，这个我不敢确定，这也只是我的猜测。这也不是不合乎情理。总之，我可以先帮您问问，也许狗仔是条不错的线索。那林总，我先去工作了。林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你先找个地方躲躲吧，其他事不用你操心。哎呀，林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难得出来一次，我就只是出来逛逛。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就根本不应该接受那次招商会的邀请，让你惹上这么大的麻烦。但这也不能怪你，咱们谁也没有想到那个风少阳会这么做呀。
哎呀，哎，薛依然，你有完没完？太可惜了，你看一看。我不看。看一下，看一眼。哎呦，我不看。我就想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你再看一眼。薛依然，我又不是百科全书，我还能什么都知道啊？你问咱表姐，问咱大表姐。谁大表姐啊？咱俩的呀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什么你的我的？这事你搞清楚啊！哎呀，对呀，你就帮我问一下嘛。我不问。你就帮我问一下，又不会少块肉。我就会少块肉。你到底问不问？我就不问。你问不问？我不问。你问不问？我不问。你给不给我问？我就不给你问。你我不问，我不问。薛依然，你喝这么多饮料不怕得糖尿病啊？薛依然，你快洗！休息吧，休息。咱们就不能去宿舍吗？你又不住校，宿管又不认识你，借个卫生间也是好的呀。谁叫你有洁癖啊，大哥？你自己喷的不收拾干净，你还怪我？你不有洁癖，我会在这儿给你搓。你意思是我要给你道歉了？也不是不可以。哎呀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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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跟你说个事儿。大家快来看吧，我宇宙脱光光了！呜呼呼呼！现在绯闻是刹不住了，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你顺利解脱。那风少阳那儿你问了吗？不能问，问了咱们就被动了。避讳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事实来说话。那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平复这件事情需要很久时间吗？不清楚，我感觉近期都不太能平息。估计这件事情从里到外都是风少阳一个人安排的，他想借你的名义来炒作。那下一部剧他毕竟是资方定的男主角，事情恐怕没那么容易消散吧？这剧肯定不能拍了，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啊，可是我还挺喜欢那个故事的。我知道，我会努力帮你争取看看的。谢谢你，林子。有他消息了吗？我们已经抓紧在找了。何东新的住处、常去的饭店，几家合作过的公司都问过了，人影都没有。那他的经纪人林子小姐呢？他们就真的一点动作都没有。峰哥，我也纳了闷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为什么一点动作都没有？那是因为你查的还不够仔细。林子小姐、何小姐，他们不仅是艺人经纪的关系，还是大学同学、闺房密友。我明白了，我再安排点人去看看监测。跟着别人走，自然只能被别人当成尾巴甩来甩去。主动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现在公寓恐怕是回不去了。小霍，
林总，你去给何小姐买一些日用品、衣服什么的，以最快的方式打包送到我的办公室来。好的。等一下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在网上买就行。网上那些东西怎么行啊？去，哎，等一下，这种我自己能做到的小事情，我还是自己解决好了。哎，一个风少阳而已，不值得我们为他委曲求全的。我这不是觉得最近实在是给你们添了太多麻烦吗？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们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天塌下来你也不能委屈自己啊！我在老城区有套房，你先过去住着吧。你说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姐姐，供你吃穿，还不管你，真好。我那是每个月按月交房租，自家人还这么苛刻？我自己要求的。你自己要求的？你脑袋被门挤了吧？你脑袋才被门挤了呢！我不像某些人，仅爱贪小便宜，就连掉在地上的奶茶，哎，他都不放过。我那叫不浪费。再说了，你还没感谢我呢。我谢你什么？你看啊，人家刘大美女好心给你送奶茶，被你打翻了吧？我那是不小心。你想拒绝人家，这是真的吧？要不是我缓和那个尴尬的气氛，你准备怎么下台？我真是谢谢你，巴卡切。手老捂这儿干嘛呀你？啊，还挺干净的。你哪来的自信？你管这个叫干净？我很用力了好吗？真是，你真的是薛逸然。呜呼，呜呼。好了，陪你折腾这么久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他们开会还等我呢。我求求你，快回去吧。你要是这么求我的话，那我还真不走了。哎呀，撒开，我回去了。答应我的事别忘了啊。我答应你什么事儿啊？咱表姐那事儿啊。我那是我表姐工作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把大明星带回来？你当大明星住我家里呢？住你家？真的？想得美！妙。等等等，一切上前。你是谁啊？我是……哎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要报警！你手机在桌上。你把手机给我。
你先别激动。你把我手机给我。好好。我为什么要把手机给你啊？因为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。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故意太信你。你出来，我跟你解释清楚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别喊了。救援四条命开始来救救我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救命啊！你别再喊了。你是谁啊？你要是把邻居叫来，我就真没地方住了。你还要住这儿？暂居一下。救命啊！哎，你先别叫了。你看我是谁？你先冷静一下，我先出去，你再出来好吗？哎，你等等我！等等！你哪来的钥匙啊？你姐让我来的。我姐？对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姐。小飞，这情况你也知道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哪有机会说？你这大晚上穿着一身红，你不怕吓人啊？谁知道你那么激动？我这刚洗完澡都给你看光了。姐，你要负责。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。怎么可能？哎，别吵了。魏宇宙，我看你在学校也不是这么大大咧咧的呀。姐，我在学校能让人看我不穿衣服吗？好像是愿意看似的。哎呀，不稀罕你。晴，现在情况你也知道，我呢就希望何同信在这借住几天，过几天就不会打扰你了。不行，姐的话现在都不听了。姐，这孤男寡女，这共处一室，我这干啥都不方便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想干啥？我睡觉，我洗澡，我吃饭。你住楼下，他住楼上，有什么问题？再说了，人家这个身份，愿意住在这儿，谁沾谁的光？林子，要不算了吧？算什么算？这是我家，我说了算。我又不是没付房租。你呢，先去把这些东西都搬到楼上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。这几天啊，就好好待着，别出门了。好。哎呀，我爹他年纪小，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你让着他一点，知道？哎，这小屁孩。你过来一下。干嘛？你帮姐一个忙。我还能有别的选择吗？你这是在帮姐，明白吗？
这啥？这上面的东西，每天都给我去超市买最新鲜、最贵的，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？现在何同心和我都不方便出门，你姐我现在有大麻烦了，这关系到她的声誉和我经纪公司的发展。你也不希望姐破产，让你没房子住吧？你这是在帮姐，明白吗？这么好。微信支付收款1万元。这算是工资？这是给你买东西的钱。你领2个月房租。姐，这事儿交给我，准行。干嘛？没发烧啊？我本来就没发烧。那你就这么答应了？对啊。你这该不会是在打着什么小算盘吧？我能打什么小算盘？我没有想别的事儿。哎呦，我的好姐姐，你也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又没有学过会计，我能打什么小算盘吗？魏柔可告诉你，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知道，我做事那不都必须的吗？哎，回去啊，外面冷死了。吓我一跳。我走了，土星，你等等我，慢点。姐，他在我这儿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走了，有什么事你 call 我啊。放心吧。这种打扫卫生的小事儿就交给我就行了。姐，你安心工作，放心好了。走了啊。我走了。拜拜，姐姐，路上慢点哦，小心哦。拜拜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管你1日3餐，其他你自重。以为今天何同欣的八卦还能继续更新，没想到他就这么消失了。我猜啊，8、9不离10是和那个风少阳好上了。我猜也是，现在指不准在哪偷偷约会呢。我看何同欣这2天突发很严重啊，那个风少阳倒是爆棚了。估计咱班那波男同学要含眼泪看雪飘过喽。
干嘛？想什么呢？你在偷听女生说话？我没有，我在看昨天的笔记。哎呀，你真的是书呆子气十足啊！你天天看笔记。你们觉得风少阳长得帅不帅？就那样吧。我觉得一般。哎，那你们还看这个干嘛？我们倒是无所谓，就是翻翻娱乐圈的新闻，估计某些人整天报纸人都哭吧。你们想不想知道何风恋后续的发展？我的消息绝对比那些狗仔靠谱得多，你们不知道的那种哦。快说快说。答案就是他。你胡扯些什么呢？喂，这不真心可是全校出了名的。就是啊。他的大表姐。不能别说了。你们是真的不知道？薛逸然，你干嘛？2瓶汽水，1份黄焖鸡加土豆。你得寸进尺了。啊？行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，魏宇正。哎呀，真听话。魏宇正大表姐林子是何东兴的经纪人，你们不知道？真的？真的。那我们是不是能见到何童星啦？对呀，你靠他的关系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刘婷婷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一直在这儿。跟我们说说，跟我们说说，跟我们说说呀，说。我真不知道啊。昨天答应补给你的。魏宇宙，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魏宇宙就是不喜欢别人打听他的私事，你们为什么总是不放过他？哎，好了，他们问是他们的事儿，我说不说是我的事儿。那奶茶再不喝就冷了。你要不想喝，我替你喝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他人呢？人在哪儿啊？已经在找了，快找到平哥。快找到了。啊？是。然后呢？林子这个人平常朝九晚五，所有的狗仔找不到任何线索。峰哥，现在这帮狗仔每天给我们找线索，他们已经对我们意见很大了。我现在问他们，他们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。要钱，要钱就砸他们脸上。这不是要不要钱的事儿，峰哥，我们做的事跟他们套路不一样，网上都是媒体。你他妈是不是在耍我？我不敢，峰哥，我不敢。每次我听到你说有些、好像、貌似这些词儿，我就觉得你是个 loser。后天，后天是何东兴生日。生日怎么了？何东兴生日，林子肯定得有所动作。我安排那个狗仔给林子下套。不管那个狗仔是谁，我们高价回收他们俩的对话录。峰哥，只要咱们有，咱们就有线索了。别玩砸了，
走吧，走吧，你快点走吧。这是我的家，你别待这儿闹。吃着我的菜，坐着我的沙发，看着我的电视，用着我家电，你也真当是我姐的好姐妹。走吧，走吧，你快点走吧。放心，我不吃那些的。哎呦，又没说给你吃。大明星，你能不能别这样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造孽呀！说谁啊？我说我自己。哦。我本来不想去的，芳芳嘴快，想着就答应了。去吧。谁呀？出租车司机啊。他看我拎了那么多的东西，我遇到好人了。你可以的，谁你都使唤得动。没有使唤他，人家是服务态度好，我怎么没想过有福？哎，这款3文鱼别忘了带回家啊！还有刚刚超子喜欢吃的奶酪。是一方面要下军山啊。我没只不过没有是我。何同学，麻烦你收拾一下。我不太想去。快点去！我不去。你去不去？我说了我不去。好。干什么？首先，辽宁队就要过广厦队这一关。主场作战的广厦队开局打得相当不错，他们频频冲击篮下，9-2的漂亮开局，让辽宁队在2名被迫下了暂停。不多。什么不多了？他们不仅有3位现在像你这么贤惠的小男生不多了。很快就将比分追上。什么叫贤惠？吴昌泽这次就是温文尔雅。细心思
两队的第一节战成。你在骂我？第二节，辽宁队心态上仍然有些着急，队员犯规过多，杨队不是，不满裁判我到底怎么了？技术犯规。你难道就不想跟我多说两句话？在节礼让，就差4场上我看球赛呢。杨宁的交集可见一斑。我看剧。哪有大明星看自己演的剧啊？我看别人演的不行。半场结束，广厦队52比4。楼下有笔记本，自己看去。让我在楼下把球赛看完。赵元昊上半场的得分都达到了。哎呦，好馋啊！你是不是特别烦我？只要你东西别乱扔，卫生间给我收拾干净就行。你让开！得到全队最高的21分。张镇麟在比赛后点燃了现场球迷的热情，这也是张镇麟本场进的第1个球。漂亮！你去哪？出去散散心。不，你这么晚出去，你不怕遇到坏人啊？你现在怎么的还热情上来？我听我姐的话呀。放心，我会在你姐面前好好夸你的。让开！等等，你现在要是出去了，万一我姐给你来个电话，那她肯定是觉得我没有照顾好你啊，那我就完了。所以说了半天，你都是因为你姐。算是吧。你让开！这么晚了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我闹？咱俩谁闹了一个晚上啊？起开！我不让你出去。魏照何童心，你是大明星啊，你这么晚出去多不方便啊！你现在真的是在为我考虑吗？那必须的。给我个理由。我答应我姐了。答应你姐什么了？她说给我免2个月房租，还让我照顾。我自己可以照顾好我自己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我求你，算我求你行吗？直觉告诉我，你还有事情没说。我没有事儿了。你说不说？我就是想省钱买一双新球鞋。这样，那我想要看电视。你的。那我的日用品，你随便放。那以后我吃剩的东西，你随便丢。把箱子提上去吧。个头呢，只有他一个人超过2米。今天呢是维克劳顶替了昌迪布朗走上了先发。昌迪布朗呢，首先是拿的时间挺多的。如果以后你想去什么地方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去，你现在记忆都还没有恢复。回家了。
好，今天课就到此为止。你这，哎，这什么呀你？有小秘密啊，魏征，你不告诉我的？不关你的事儿。给我看一下嘛。哎，不关。哎呦，说了不关你的事儿。哎，我发现你最近很奇怪啊，今天篮球也没带是吧？什么事瞒着我啊？没有。我不让你别跟着我吗？你那么着急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又要问我何同心的事儿？不是我，那是谁？室友，还有2个女同学。你这是剥夺人家把妹的权利哦！我告诉你，薛逸然，我今天真的很多事儿啊！我家里已经一团乱了。嗯，家里？对啊，何同心在你家？他怎么可能在我家？他不在。哦，魏征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一般这种情况，我只能帮你分析到这里了。你分析什么？我暂且叫它薛氏定律。首先，一个人在某一天突然放下了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，就说明控制他生活规律的那块大脑已经在填补控制情绪的那半边了。我今天就是忘记带篮球了而已。第二，一个人拼命的在为某一件不愿意说出来的事情找借口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你谈恋爱了？我没有。还是姐弟恋？在想什么？不是，你别告诉我是花季少女啊！薛逸然，你这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呀？你要去哪儿？为什么我要去哪都要告诉你们呀？我就是问问。你去问薛逸然。我不知道。什么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他要去哪儿。他不说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说的知道到底是指什么知道呀？哎，跟我来，走。哇塞！我记得这些东西啊是你最爱吃的了。可以呀，谢谢你莲子，还是你最懂我啊。你也吃啊？嗯。哎，魏宇宙他没打扰到你吧？你那个弟弟啊，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。是吗？那件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找到最初拍照片的那几个狗仔了。那我们岂不是就可以先找到那几个狗仔，然后把照片要回来？正准备去呢，但是
去之前，我想先和你聊一聊。你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咱们之前和孟氏集团聊的那部剧，因为绯闻的事儿，一直都没推进。现在资方那边啊，有点着急了。那你是说，那部剧？如果我现在去找狗仔，那绯闻是肯定没法平息。但如果再坚持，说不定他对你和其他公司的合作没有什么太大影响。当然了，这得看你打算怎么办。你是想接下孟氏集团那部剧吗？嗯。吃，快。哎，他今天很反常。这下被我逮着了吧，魏州。Surprise！ 嘿嘿，不是，你俩在这干嘛？明知故问。薛然让我来的。有你这么卸磨杀驴的吗？你是驴啊？哎，魏宇宙，我要看你买了有这么多蔬菜啊！哎，好，给你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买给我姐用的，我姐也用啊。你不需要解释的，薛然，听到了没？人家买给他姐用的，是吧？我不介意你向我解释一下。薛逸然，你这次过分了，给我！生什么气嘛？薛逸然，你住嘴！他先问我的。别说了。好，我住着。哎，好了，你俩还有什么问题问？我现在说清楚给你们听。你买这些东西干嘛？我买给人家用啊。谁？我姐。你谈恋爱了就直接跟人家说嘛。我没有谈恋爱。你们问够了没有？问够了没有？啊，我走了，别跟着。
初见我在人群中见了你一眼，一面就注定你是我等待的缘。一点点，忽然间，你变成我的中心点，我围着你绕圈。我是你的宇宙，做你的永远。你是我的星星，是我的依恋。你为我靠路线，我向你看星点。在最好的时间，